中国民间会船有参与军演，路透社用卫星追踪，发现中国拍算用民间的船做暗号演练，安怎入侵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修正案，公投案成立了后3个月至半年来的举办，若准有全国性选举，就同一天举行。花莲嘉嘉发现讲有人用这个空翕机呢，空投2粒白球内面掺高粱酒和槟榔，监视器拢翕落来，操作无人机的人已经抓住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新版本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印1100万本，按算明年1月初5进前分到980多万户。也那这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鹏强调，真济国家拢发明防守者，台湾是和国际经验相接，也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希望在咧天灾地变发生危机的时阵，爱安怎应对，拢会当知影，也会当协助别人。你给我退掉哈，好，得下。一个确认民众的信心有收到上新版的干嘛册，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环到台北树林视察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发放的状况，目前印1100万本，按算分4体，伫明年1月初5进前普发到全国980多万户。阮囝因看，伊就甲咱讲，安尼尔，嘿，咱也袂记啊，这本对阮真好啊，因若讲有照这本安尼咧访问出来咧做，安尼是足好的。册内面宣导任何讲到国家战败，还是宣布投降的，拢是假信息。和南亚政发言人李明玄批评，媒体人食寒冰是发文讲，真侪本指引拢放等伫废纸箱内面。林飞环强调，真侪国家拢有发放民防手册，台湾是接国际经验，嘛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不外乎就是希望全民都能够有充分的资讯，知道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不管是天灾地变，那我们要如何去保护自己？那协助身旁的彼此。民众如果没有收到，或者说收到的过程里面发现有破损，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状况的话，也随时欢迎跟内政部或者是跟当地的公所甚至派出所来反映。这摆印制费用是4279万，是用第2预备金的方式来支应。洪志基讲是咧闪立法院的备查。林飞环表示，主要希望民众会当较紧掌握相关安全资讯。另外，未来指引更新的频率会搁看情形来调整。等在加强社会润成的时阵，中科院嘛规划要搁试射飞弹。根据农业部渔业署公告的社局通报，中科院要伫11月27、28和12月初4、初5，伫东南部海空域做火炮的试射。较特别的是，较早射击的高度拢会标记无限悬，但这摆载明是10万尺，差不多是30多公里。低于无限高这种10万尺的这种状况的话，应该是一些有限制的武器系统在做特别的测试，也就是说，应该不太会是。我们讲中长人以上的飞弹的系统。专家指出，中科院研发的天宫4型防空飞弹，具团炸的高度会当到70公里，研发这摆可能是测试中程飞弹，也是其他的新型弹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今年8月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有不少中国民间的货船渡轮参与。路透社有用这卫星影像追踪分析，发现讲这中国拍算利用这挂民间的船做暗号，有伫咧演练讲要安怎上岸，目的就是要入侵台湾。卫星相片会当看到2只好亲像小型货轮向海岸方向行驶。中国伫9月举行阅兵仪式，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时，捌展出不少舰艇、水下无人机这的军备武器。路透社讲，中国8月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时，有不少民间货船渡轮参加演习。这个中国用民用船组成稳型海军，投入夺台行动。Large number of the small amphibious landing ships.Supported by civilian sector, and during the wartime, they were conducting multi-point, small amphibious landing operations. 路透社伫过热天委托商用卫星影像公司追踪这100多只参加演习，也是定定参加演习的民用船动态，发现船当地广东一省定一个海沙堡练习抢电力的技术。这个海沙堡也亲像挖进一个中国军事基地。军事专家讲，中国刚刚用海军专用的运输船，初期会当运输差不多2万人的部队，
不过按照入侵作战规模估计，兵力需求真大，所以民用船会当成做重要的补充。伫真侪地点进行小规模登陆，会当分散防御压力，也会当互台湾守军较歹集中守备。另外，美国退役海军陆战队中将格瑞森伊讲，民用船伫战役当中会当担任重要的后勤角色，负责运输豆仔类、枪支、核弹燃料才会较歹搬运，搁必须大量送去前线的物资。为卫星图顶都会当看出，这民用船已经接受过简单的训练。Getting onto the beach, getting the causeway pieces assembled, and getting them back off of the beach again in 3.5 hours is indicative of a lot of things. One, that the sea state may have been very forgiving, and none of the images seem to show rough water or whitecaps or things. Secondly, it would indicate they've done some training on this. 根据追踪资料，这个民用船至少有12只，包括6只渡车船，也甲6只甲帮货船。卫星相片显示，这个货船食水真浅，甲帮用开放设计，会当伫欠缺港口设施，用车帮直接甲车还是装备落来到海沙部，显示中国改变传统方式，积极伫找进攻台湾的时阵，会当补充后勤的资源，甚至运输兵力的方式。那台湾方面国防部表示，会密切注意这个船安怎支援军事行动，台湾也已经制定相关的紧急应变计划。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中国含日本的外交风波也未收煞，美国国务院20就主动出声挺日本，强调美日同盟的承诺未改变，反对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咱的总统赖清德呢，昨夜伫咧社群媒体大伊假书写的相片，连外国媒体也报道。自日本东京新宿的大楼顶到秋叶原上宽，拢有台湾人翕到电子看板顶头，正伫咧放咱总统赖清德正书写挺日本的新闻。有网友讲，伫电车顶夜头就看到，讲是台日友好的上好宣传。伫中日外交风波几落天了后，美国国务卿副发言人皮戈特伫网络平台讲，美国对美日同盟抑个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变，反对武力协议改变现况。The problem that we're facing with the punishment of Japan by China for statements by the Prime Minister is concern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stand with Japan because if we don't, no other country will stand with Taiwan. 前北京国安会官员杜如松伫咧国会听证会，希望川普政府应该予日本国家队支持。伫中国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时阵，无应该撤走部署伫日本的美国地方中程飞弹系统。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建议应该扩大美国在台协会边际加设施，关键任命 AIT 主席推上美台防务合作。There's simply not enough space to put people that need to be on the island to help execute current U.S. policy objectives in the security and other domains. Giving the Six Assurances legal force could help to stabilize U.S.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对跨党派参议员提法案，要甲美国对台6项保证立法。长期研究台湾的美国学者葛莱仪表示赞成，伊讲会当帮助深化台美关系。另外，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媒体报道，有1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本来这礼拜要访问台湾，因过互中国大使做了，无法度来。巴拿马外交部甲美国驻巴大使拢谴责。对于中国政府一再以蛮横无理的举措，试图影响他国内政，并阻止其他主权国家与我国正常交流互动，表达强烈谴责。虽然巴拿马伫咧2017年甲咱断交、甲中国建交，不过咱外交部强调，咱一直拢是用开放友好的立场，甲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也欢迎联动台湾的世界各国朋友来台湾访问。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福岛5县的食品管制今开始全面解禁嘛，消署暗头公布废纸减负产地辐射检测等详尽管理和100%达批检等措施。对即马开始呢，相关食品进口登到源头管理和一般边境管理，甲其他国家地区的输入规定拢同款的。福岛5县市的部分呢，从2022年也达到24304次。其实全部都是合格的，依据科学的数据的分析，我国目前对日本食品的风险评估，这额外辐射暴露的风险呢是可忽略的。
2011年，日本发生3.11福岛核灾了后，台湾虽暂停输入福岛等5关的食品，也若2012年改做带条件输入爱护产地证明和辐射检测证明。去年9月，搁再放令这5关的农产品原则上开放，只要品项不予日本列做是限制流通，就会当输入。消署表示讲，英国对日本食品辐射边境检验。27万外批次，这合格率咧拢是正确的，无合格是0。今仔日就宣布讲调整和其他国家食品管理一致。来看新竹，这新竹县一间国中的老师呢，针对学校的5楼跳落来了后，送病院由援救不回来，引起外界关心。初步调查，这位老师是因为管教学生的方式引起争议，予学校调查，落尾也去投诉，讲伊伫咧工课场所受到霸凌，造成伊有情绪的困扰。学校表示讲，目前已经完成校安通报，也会配合警方调查。新竹县一间国中校园传出上课的时间，老师写落楼的意外，但是发生伫拜4早起8点外。学校表示，当时学生拢在上课，所以无人看到事发当时的状况。经过救护车送病院，救无回来。事发了后，相关辅导人员有进入校园，针对学校员工甲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老师呢，他因为在几年前开始就有身心症状。那在几年前，我们因为考量他的身心问题，我们也调整他的职务，让他担任专任老师，让他减少他的教学工作的压力。那如果有各种学生有需要个别一一辅导或者是小团体辅导，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学生协助。新竹县教育局指出，这位老师因为管教学生方式引起争议，予学校调查。这个老师也去投诉学校对伊工课场霸凌，也因为这个代志造成伊有情绪困扰。校园内发生这场悲剧，管府讲会搁进行调查。后续这个事件，我们也会请学校主动来继续来了解。针对家属部分，我们会请学校来协助跟那个。看需要有什么关怀的部分，针对学校校园部分，那我们会启动校园的一些咨商跟辅导。校方面表示，会按照相关制度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已经由校长调集危机处理小组完成校安通报，也会全力配合警方甲相关单位刷落去的调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花莲家发生真罕古的代志，今年9月中，有人用无人机空投2粒白球，这白球内面竟然藏高粱酒和槟榔，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也若操作这无人机的人已经抓到，也因为全国的家拢是禁止飞行的禁航区，上重会当罚到150万。9月10日暗时10点，受刑人已经登去放射。花莲家内底球场连续出现2粒的白球，原来甲围墙外口一台科技轿车有关系。开车4路11人操作无人机，加踢入去高粱酒也有槟榔违禁品的2粒白球空投到家根本袂记的无人机飞的时阵，声音真大声。在巡逻的时候，听到这个有类似这个无人机的这种声响。15人敢若也袂记的，交警机关4块位啊，真侪监视器，因为大家拢唔知空投，其实早就互人监控啊。家也将加酒加白球调包，加工直接找到无后7位4人的受刑人，结果2人拢互抓到。花莲监狱属于民航局公告之禁航区域，任何人擅自操控无人机进入，将违反民用航空法之规定。太扯了啦！他以为拍电影哦，一个监狱它本来就一个管制区嘛，那这个空拍这样子的方式实在太扯了。过去也定定看到受刑人也是家属、乌西监所管理员、花莲家、屏东家拢捌发生过。台中家是替代一男收钱斗3工，诈借酒类违禁品，要求因为严格审查了后，情况减少。前去受人干扰滚动到无人机顶面，登记关注台湾监所议会民团认为空投违禁品有点仔公伤。也认为这个法务部即要推动的监所修理外界假日物品甲禁止的新办法更加严格是有关联。新的办法要在12月19号开始实施，除了你的3人亲之外，可能就是只能登记3个人是有基本资料的，那他才能够去记录可能金钱啊，或者是饮食啊或物品。全国家拢是禁航区，正出现全国头一站无人机空投违禁品案件。交警署讲，每一个机关拢会做一寡防治的做法，也毋过爱先研究法令了后才规范，无排除要来设置这个干扰情节设施来防治。记者综合报道。
刑事中统计，今年到9月有5400多件假毒赛车案件，毒品喙烂快胎试剂检测呢，总是专门来实行。高雄凤山虽查到一个骑乌多摆的民众，发现讲伊手骨有注毒品的分者，警方要求要快胎，所以检出海洛因阳性，正做新法实行了后，头一层阳性毒界案件。到今早起10点为止呢，用喙烂做快胎，抓到10件假毒赛车，台北市就占3件。高雄这个可疑10人，互警方查落，警察要求进行毒品的喙烂快速检查、试剂检测，即要伫受测者喙内洗几年就使检验。尾后发现这10人填写海洛因毒品阳性反应，将这站台头一站快速检查阳性假毒品骑车案件。发现该名骑士手部疑似有注射毒品痕迹。警方对该名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因为他是要等10分钟才走。台北市也出第3件假毒赛车，3个嫌疑人拢互验出对毒品安非他命有反应，将最头一波处理检诉相关的城市。如果呈阳性的话，处于道交条例第35条啊，那罚以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锾以外，同时是移置保管车辆，还有吊扣驾照。去年全台2169件假毒赛车，今年1月到9月已经超过5000件。过去检验爱抽血验尿，时速较慢。中华18就发生4单的查甫人，敢若假毒赛车开车弄死婚姻人，就逃走。警方加工查到造成事故人时，车顶也超出海洛因、丧尸烟弹、大麻，也有其他名这毒品。不过当时无得确认是毋是假毒赛车，就有喙烂会使快速检查，学者认为对着阻止假毒赛车会有一定效果。加强警方去判断说，在路边去观察驾驶人的行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有合理的怀疑说他可能有疑似毒驾，那毒驾我们必须要尽快让他能够禁止再驾驶。根据警政署统计，到21早起10点为止，全台喙烂快速检测检查出10例阳性假毒赛车。学者认为这方式会使缩短检验时程，对公共安全有帮助。认同这款的检测，也建议警方加强使用喙烂快速检测时机的教育训练，可以发挥上大功效。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传出偷窃的事件，有一个查甫员工伫咧便所时阵，发现讲隔壁竟有人摕手机甲偷窃，当场随敲电话报警察。这警方调监视器也抓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是一般的民众，随甲移送法办。被害人在上洗手间的时候，怎么发现好像有亮光，底下有亮光，他就很紧急的。底下吗？因为那间是蹲式。便所时感觉隔间有光咧时，才发现有人摕手机咧偷翕。屏东县政府北平栋的大楼1楼甲2楼半楼的便所，20下晡4点外传出偷翕的事件。一名县府的女员工伫便所看到隔间下骹的旁出现一支白色的手机啊，予伊是惊到赶紧报警处理。蹲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有光线，然后他就大叫一声，他说你在干嘛？那我们陪同他看完了以后，我就去警卫室跟警察报备。那他就马上是通报出去。经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男子于15时进入县府四处徘徊，趁被害人如厕时偷拍后徒步离开。讯后依妨害性隐私及不当性影像相关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28岁姓李的查甫人，是一般民众。伊表示身体无爽快，想要便所，煞偷走去查某便所，掠手机甲人偷翕。虽然这名女员工反应紧，随敲电话报警，不过警方看监视器画面发现，这名嫌犯偷先搁秘伫便所，等较无人才离开。大约暗时8点外掠到人，带回屏东分局侦办。后续交由司法严查严办。那针对后续的部分，县府也会再强化巡逻以及相关监视器角度的确认，那绝对会在预防这样的行为发生。因为县政府算是公共场所，一般民众拢会当出入。事发了后，警方针对县政府南北屏栋58大的便所检查，敢有互人偷装镜头。县府表示会检查监视器的运作，派人加强巡逻，避免搁发生这种状况。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今透早1点外，嘉南市政府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发生规模5.3的地震，深度是153公里。学者讲呢，这站地震是伫咧琉球海沟，对台湾无啥影响。另外一站云林古坑4.3的地震，云林和嘉义就感受到啊。
监视器的画面翕到电火小可海来海去。透早3点43分，雲林古溪發生最是規模4.3的地動，真濟人攏還在困，雄雄感受到發生地動。有些人會有感覺，他半夜可能有搖了一下。無執大啦呀，平安無代志，攏還在做工課。地動測報中心指出，地動中心伫咧雲林縣政府東南邊17公里的所在，深度僅5.4公里。地動原因是因為板塊下陷。早起8點外，佫發生一件規模3.3的地動尾，深度佫較淺，僅5.2公里，研判是獨立的事件，甲頂一粒特別地動並無關聯。是這個區域附近，其實我們搜尋一些歷史地震，在這個附近。淺層的地震其實也不少，淺於10公里以上的地震來講，這邊是因為很多的一些逆斷層在這邊。那過去歷史記錄上來講，比較大的災害性地震都是在這個10公里以上的地震。地質專家分析，這個3點外古溪的地動雖然無算罕見，不過甲頂一粒特別地動，同款是發生伫咧玉斷山頂懸，嘛攏伫咧西部鹿山帶。因為地動中心無甲10公里深，所以對地面的影響相對較大，需要持續關注。也讓基隆市政府東邊300多公里的海峽，早起嘛發生規模5.3的地動。宜蘭、花蓮、南投甲台東攏有一級的震度，是屬於區域較細的地動。專家指出，因為發生的所在伫咧琉球的海溝，離台灣嘛較遠，深度嘛真深，所以並無啥物影響。記者綜合報道。行政院和宜蘭縣政府攏有針對這屆宜蘭水災提供補助，不過針對到集合式主體的公共設施和店面，卻是無相關的補助。縣政府表示講，目前水災補助對象攏是愛確確實實有佇咧大的，敢會來綁定標準的，會向中央反映。早餐店的餅店也個人看到飲水時陣的水痕，業者講因3台冰箱攏壞去。袂使用啊！袂使用，家攏無去啊！輕道店內面的茶攏飲水，業者損失真慘重。不過，即款佇咧宜蘭111水災受損的業者，照怎麼的補助方案，攏領袂到災損的補助。另外，羅東東山港五結市區，將在集合式主體飲水時陣，地下式電梯公共設施歹去，也無法度申請補助。臨時施工中證明有淹水的地方有補助，我們這個商家怎麼沒有補助這樣？我們是覺得說應該像車輛的部分的毀損，因為水災也是應該有一些補償。會使申請補助的受災戶，有人佇飲水時陣人無佇咧厝內未呼救，這邊就損失3台車，講怎麼補助金無夠，希望會讓爭取更較多。因若帶煙波飯店車河水伊未帶客，也拍算佇今仔日出面積極飯店水閘門即款防災設備，一個應變的能力，像蹲沙包的方式，攏有重大缺失。我們適當的時候會跟中央化反映。那如果中央化修好以後，當然我們地方一定會配合。針對集合式主體甲業者無法度領補助金的部分，縣府講會甲中央反映，看是毋是讓修法來解決。因若煙波飯店水閘門的防災設施，經過調查並無違法。飯店講，照法規，逐個月攏有做消防加防災演練，設備要定期做檢查，正重視防台警報加所有的防災應變。做大水時陣，水閘門也正常無故障。記者綜合報道。冷空氣減弱，今仔透早的溫度平漲較溫暖寡，不過後禮拜一開始又有東北季風要來啊。到時呢，這隻方面落雨幾率變懸，溫度也會落。另外，喺南海有一個熱帶擾動正在發展，目前判斷對台灣是無直接的影響。24節氣當中的小雪特別高落，20地玉山也觀測到落雪狀況。這兩天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西半部、北部和花蓮等地區不加冷無到20度。氣象署表示，對拜五開始，雖然東北季風減弱，不過上北基隆和宜蘭雨水還是會較濟。到禮拜的時，全台灣天氣才有明顯變小的感覺。禮拜天到禮拜一，這是相對這個禮拜整個天氣上面會稍微整個氣溫是回升，然後相對來講是比較穩定的。但是東半部受到偏東風的影響，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另外東南部以及恆春還是會有長浪，各地氣溫都是有明顯的回升的。氣象署提醒講，到後禮拜一暗時，東北季風會閣變強，所以像講北部、東半部都會閣開始落雨了，而且北部和東北部嘛會開始翻冷。原來其他地區早起和暗時也是較涼冷小可。溫度上面來講，北部區域的高溫又開始下降下來，整個大概是在17到23度。那中南部整個降溫雖然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清晨的低温还是要注意，还是会有20度以下的低温。另外，气象署嘛指出，后礼拜是菲律宾东边海边的低压带，有可能会出现新的风台，但是目前看起来未来的路线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今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公民投票法》第23条修正案，推动恢复公投白大选。这三读条文规定，讲主管机关要伫咧公民投票案成立公告成立了后，3个月至6个月来举行公投。那阵这段时间内有全国性的选举的时阵呢，就要含这选举同一天举行。那民进党团是提出修正动机，公投前一天来放民主假，说予南北两党互决。投票所排到落长，阁有人拿排队投票，拿用手机看开票。2018年9合1选举，迄当阵10个公投案做伙投票，造成选务的乱象。立法院2019年修法，互公投和大选脱钩，固定每2年一摆。但是今年823+3N1的公投，同意票高达74%，落尾嘛是无过关。民众党团阁提公投法23条的修正案，互公投白大选阁一摆回归。公民投票法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从民主进步党执政以后，把公投跟大选分开来以后，请问有哪一次的公投是顺利可以成功的？在南北党团的主导之下，公投法修正案日在立法院3读通过，明定主管机关应该在公投案公告成立了后的3个月开始到6个月来举行公投。期间内若是有全国性的选举，应该共一天来举行。民进党团是阁提修正动议，公投前一天嘛应该休假，让公民有准备的时间，但落尾是让南北互决。现在蓝白委员的席次比较多，硬要通过会通过，选务不堪负荷。到时候造成的混乱，谁要负责任呢？当来看公投法的历程，在公投大选脱钩的第一摆投票，2021年的4案逆时相转，反来伫公投白大选，天然气的接收站爱离开海草大的公投拢无过关。2022年18岁公民权的公投嘛无过，但伫搁较早公投白大选的时期，2018年的10案公投，包括反空污、非民法保障工程做伙生活、废止电业法规划加园条文等7案通过，当然证明等3案无过。投票率的多寡，其实跟绑不绑公投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看以往的这个资料，议题的被关注度的高低，才会决定真正的投票率的高低啦。对公投白大选搁一摆开放，中选会回应讲，会审慎积极来研究选务规划，依法办理选务，维持选务运作安定和顺利。相关预算的编列嘛会照往例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病院复健科医师毕柳英呢，这几年有伫咧倡议讲，互无意识长期倒伫病床的人，莫甲饲，互伊自然衰竭死亡，引起议论。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讲，现有的法规针对末期病人有安宁疗护和物理医疗，莫甲饲自然衰竭死亡，毋是正常的做法，这部分阁爱讨论。卫福部台中病院复健科医师毕柳英，因为唔甘得到小脑萎缩症的老母，长年来为病痛所苦，和83岁老母伫咧厝的断食善终，引发社会无同的议论。多年前伊开始倡议协助已经唔知人长期在床的人断食善终，希望让病人身体自然衰竭来达到尊严、安详离开世间的目的。他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有讲过，他不要像我表弟那样插着鼻胃管躺在床上。那到了他末期18年过去没有办法翻身，很容易呛咳的时候呢，他就讲说够了。不过，医界有一派认为讲，这病人是互断食的，无符合医学伦理。毕柳英讲，虽然现行法规已经有安宁疗护加病死法，不过实际情况是多数医师无愿意将这个广线救起来。毕柳英讲，行医45年，看过真侪病人伫病床顶面已经，规身躯拢是广线，却是医院互无好的医疗延长痛苦，像是食不灵。家属是真唔甘，才提出断食往生的要求。毕柳英认为，在情在理，自然死比医疗死更加符合人道精神。假如这个病人是有自主意识，然后他因为这个疾病是无法治愈，然后痛苦难以承受，在国外他可能可以申请安乐死，那在台湾因为没有，那这样子的话，选择自我断食，那当然也是等于是另外一种替代方案。断食善终呢，这个方式在目前来讲，并不是在我们常规的安宁疗护里面，所以需要更多的讨论。
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113年签署病死法有入医疗决定书的人数，敢若有25000多人。赵总两讲会继续推动，予末期的病人得到高品质的安宁疗护，并且以尊严善终为最终目标。也继续讨论，希望发展出符合民众需要，也有期望的善终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去年婴仔受苦毒的类型内面，超过44%是因为这爸仔母照顾失觉差。所以这卫福部按算对明年开始要推动到厝内药检指导，只要伫咧药检订贴的申请表内面交这项需要服务的，就会对婴仔出世了后到6个月大，由社工到保官或者是护理人员到处理方式，教这爸仔母安怎药检。第一届照顾囡仔的爸母无啥物经验，有时无细腻视觉差，囡仔照顾无好，会造成危险。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婴仔受苦毒的类型中，有超过44%是因为爸母照顾疏忽，所以卫福部计划对明年开始要启动到厝药检指导，伫咧第一线监视囡仔的安全。尤其新手父母很常就说，我去拿一下毛巾拿个东西，那刚好这个 baby 这个趴倒了，面朝下，当他的口鼻都浸在水里面，其实就蛮容易发生意外。卫福部新一期的社安网2.0计划要增加药检指导服务，对有新第3应期产检开始，就会开始提供药检所需要的知识。囡仔出世了后到6个月大，会提供到厝药检的指导，由训练过社工以及教保员、护理人员等等，到厝内检视环境，甲爸母药检的撇步，甚至上紧明年就路。民间团体支持这项政策，但是实施的细节需要政府好好规划。当然，它也会有它的不便的地方。我们到访的时间日期事先约定，还是随机去的？如果是双薪家庭，他正在上班，那可能也必须要再请假。对弱势的家庭本来就是有介入，这一次我们其实是扩大对于新手父母会在育儿津贴的申请表里面会加注新生儿的家长，他有这个需求，他就可以勾选他需要育儿指导的服务。卫福部指出，社安网2.0计划增加1500位的社工，经过训练了后，会当执行药检指导。另外，会整合教保员、护理人员，袂互社工家己去承担。希望会当强化第一线预防，避免伫咧悲剧发生了后，再由社工来介入。记者台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为了要鼓励少年人生囝，这南投埔里镇公所提悬补助特体奖励金，对1万增加到2万，而且对明年开始，1岁到5岁囡仔生日的时阵，也会当领到2万块的红包。幼稚园的囡仔骑脚踏车、高水架，但是即卖少年人生囝意愿无悬，南投县埔里人口数也直直减少，所以变3418万的预算，规划明年开始，1岁到5岁囡仔拢会当申请生日红包2万块。有这2万块是不无小补，但是有关提高生育率的话，因为生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审慎考虑。小孩后续的教育才是更花钱的。那如果能够延续到国小毕业，他们这样子可能大家生小孩意愿可能会更好啊。这几年埔里镇公所唔拿甲这部行了，还有中钱。埔里镇公所去年甲生育奖励金对媒体1万增加到2万，今年新增加店面送总慰问金5000块，明年开始阁要增加幼稚生日礼金2万，中央敬老金嘛对2000提悬到3000。生育补助一体2万了后第7岁到5岁的生日生日过3个月来申请咱的这个生日的这个礼金嘛是2万块啦埔里镇公所表示，埔里镇幼稚生日礼金2万块，幼稚和爸母的其中一人，爱伫幼稚满1岁到5岁生日进前，连续设户口咧埔里满1年，期间拢唔捌迁出去才会当申请。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伫咧古早有一句话讲，徛关山看马烧塔，即马却是徛海坪看这海龟烧家。有民众去到滨通小琉球要畅水，却伫咧海坪看到2只海龟伫遐冤家烧家，趣味画面打上网络，遂引起讨论。有人笑讲2只30万伫遐烧拍，无人敢去甲苦劝，惊讲是公亲变做事主。这滨东的海参馆表示讲，海龟烧家毋是真接看到，这款的行为才有可能是要3钱地半。
他们真的在打架呢！哇，好大的海龟哦！一群人伫小琉球准备要去唱水，行来到海边，远远就看到2只海龟那像在相拍，行较我甲看，真正是夹来夹去。这画面搭伫网络虽引起讨论，因为若去调查海龟会罚款30万，有人讲2只就60万啊，无人敢去排解，惊连伊公亲变事主。翕影片的民众讲，小琉球一年四季拢看会到海龟，因为拢袂惊人，颠倒是人看到海龟爱闪，不离个要伫水遮浅的海边看到海龟相搭，确实真罕见。类似是一个潮间带的地方，然后就看到2只大海龟在那边互咬或者是玩耍啦。它这个是相对比较少见一点的，同时会2只这样子，而且2只都蛮大的。屏东海生馆研究人员看到海龟相搭的影片嘛，讲实在真难得。伊表示，这2只拢是成年的龟公，会有相拍行为，通常是为了占地盘，还是生态期小济巨母。研究人员也提醒，成年海龟的力头真大，千万唔通冒险要去甲分开，嘛有可能会罚钱。影片上看起来，2只海龟其实体型蛮大的，那人靠近其实也会危险啊，其实也不建议这样。野生动物它们本来自然的行为，我们应该是尽量不要去干预。检举讲，有的人会去摸海龟啦，还是去甲冲敌啊，就可以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并科罚金6万到30万。海保署表示，连续2档拢有8件卡到海龟犯法，其中今年小琉球就占6件。这几年小琉球观光人次拢超过100万，游客多，海龟嘛多。民众若是看到海龟，一定要保持1公尺5以上的距离，互相莫交叉才是正办。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兆阳综合报道。住伫屏东的市地协会理事长潘连洲有一台面路，最近收到一张对台中寄来超速罚单。不过，这罚单翕的车呢，竟然是一台乌托邦。伊打电话给警方，警方说爱家己证明讲，这台车唔是伊的。台中警方即马也出面来核实内路，承认讲是人工确诊的时阵有去定打去啊。直接寄发的红单车主是中华民国影视协会理事长潘连洲，违规事实是超速罚1,600。不过详细看，寄发的相片明明是机车，车长煞是写自用小客车。潘连洲当时人甲车拢伫屏东，违规地点竟然是台中市沙鹿，打电话反映，警方说爱伊家己举证，才有停诉申诉。我当过警察，我知道没什么问题的，他们是撤掉了。潘连洲的面子车甲相片当中的机车车牌号码完全同款，代志逼空了后，开罚单的台中市清水分局日出来核实的，坦白承认人工确认过程有疏失，主动撤销罚单，佮检讨电话回应的态度。那在此对车主提出抱歉哦。那我们在整个座位上我们会加强来督导我们的整个座位程序让避免这个事件再次的发生。所以上这毋是头一件车牌共好的事件。2022年依然有一个汽车车主都捌收到桃园寄来的机车超速罚单。台中区监理所是讲，起因就是2012年换发新式车牌了后，因为规划无够完善，地区有3.8万台汽车甲机车号码共款。2013年监察院搁捌纠正交通部，尾也封存共款的车牌无搁发。警方寄发的电脑系统已经有增加车种类别会当选。因为有重号的情况，那避免以后有类似的误会、误解发生。那公路局在103年的时候，就将这些有重复号牌发生的情形做封存，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后面已经都不会有重号的情形了。你收到罚单，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不是有违规？心里会有压力嘛？对，扰民感受会不好了。民众认为目前也是有同款车牌号码的情形，莫名其妙收到罚单，搁爱家己举证，实在扰民。台中区监理所坦白讲，目前无提供查询是毋是登录车牌的管道，除非是拄到亲像即届同款的情形，才会知影讲车牌是同款号码。若是民众需要改换车牌，是爱加付300至600块费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云林县消防局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卡来电话有25%以上拢是卡来乱的，影响到救援效率。呼吁民众把这119专线留予有需要的人，而且乱卡电话、乱通报，上当会当罚到5万块。喂，9你好。喂。119职欠中心情员接电话，所无任何声音回应，也有一卡电话报案，所问者敢是真数。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统计，今年1月到10月受理63000多通报案电话，无效报案的电话到16000多通，占2成5。
报案电话中啊，大概有1/4以上是属于无效通话。那这些无效通话中啊，大概高达70%以上啊是恶意骚扰或者是无故拨打的。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虽然花莲县目前无因为乱报案被罚的案例，不过消防局强调，滥用报案电话唔能浪费资源，也可能占线危害别人生命行为。照消防法规定，若报告卡报案专线或者是黑白报在前，应罚1班到5班。我感觉足侪代志，就是你自细汉教育就爱做好啊。啊，你进老师都拢无尊严去啊，是变啊教囡仔。郑重呼吁哦，请民众不要无故拨打119，因为他已经违反到消防法，那可以处罚新台币1万至5万元。消防局也讲，为提悬效率，建议民众先向市内电话报案，应自动显示地址，加速救援派遣；用手机报案，才能显示其地台信号。应下载119报案 App， 应精准传送回地资讯，提悬救援效率甲时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树救活动菜市仔自6月开始改建到今，那施工拖刷刷工程做一半就搁落跑。调机关认为讲包商安尼先做一寡店头拢无多做生意，租金确实爱照常纳，有影无合理。市政府表示讲已经找到新的包商，会重新施工。这到底是谁挂的白布条？我也不知道哈。议员讲的白布条是厂商刊的，申报高雄大树救活动菜市仔改造工程的厂商，工程做一半就放工歪插，咱实际来到市场看，规个涂骹乌甲空空磕，一条长长的胶仔就坏伫店面头前，有10外台摊商受影响。摊商讲，工程自6月开始做，较到半年也未好，伊的店面拄状况好，就断掉施工，即阵敢若会当伫永久的大头价卖。卖到半年啊嘛，拢无任何的补助啥啊。租金也是照收，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你安行李差偌济啊？应该差80%有吧。我们是卖便当、卖吃的，对，然后所以就根本没办法营业，所以他施工到现在，我们一天都没办法做。摊商讲，因为会营业便当店已经半年无做，不过租金也是照纳。议员23嘛，伫议会质询，市府会经已经找到新包商，最近就会重新施工，后续工期大约100天完成。议员强调，已经做半年啊，即阵搁要拖到过年了，对咧要求缩短工期，嘛要对摊商的损失做补偿。伫阮的市场影响较济，大家生意歹做，为大家拢个关开，那你们这一些。租金是有减免，这个租金呢，这港区也不得利的，好。那另外在救济补偿的这个部分，我会请经发局来研议，啊，在这段期间受影响的生意到底范围有多大？那政府我们应该要做的，要补偿，这个我们会来做。市场大型会补偿摊商的损失，救活动菜市仔自民国59年启用到大，确实有真侪设施需要改造。针对议员讲的通风散热的设施，市场也大型会纳入工程做改造。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川普政府呢交一份有28点的和平计划予乌克兰，要求年底进前呢爱把这俄乌战争结束起来。内容又包含着这乌东防占领领土就爱挂予罗西亚，也爱缩减军队军备等等。认为这内容根本就是较挖罗西亚，这欧洲和乌克兰的民众是无多接受。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无来随拒绝，跟他讲愿意针对方案的细节和美国进一步协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0含来访的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等军方的高层相见面，讨论美方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草案。根据内容，乌克兰必须放弃克里米亚、顿巴斯这占领区，大幅缩减部队和军备，排除北约伫境内驻和平部队，而且伫宪法内面写入永远未加入北约。100天内定举行大选等等，来换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罗西亚这边会和欧洲来签互相未侵犯的条约。而且会当转去8大工业国，搁一摆转来国际社会。金融时报报道讲，这份计划是美国、罗西亚双方密商，差不多拢是顺罗西亚的要求，但是白宫对这是否认。Special Envoy Witkoff, that Marco Rubio have been working on a plan quietly for about the last month. They've been engaging with both sides, Russia and Ukraine, equally to understand
what these countries would commit to in order to see a lasting and durable peace. 美方对泽伦斯基来施压，希望在27港运载进程就签协议，年底进行彻底解决战争。但是这一项条款拢已经明显打着俄方的主权人线。泽伦斯基这摆是无一个就甲拒绝，是同意演技方案的细节，表示未来几天会和川普总统来通话，推动战争的公正终结。有资深的官员讲，这根本就是今年进程正受争议的美俄扩散协议的2.0版。对这种协议，欧盟和乌克兰的民间嘛无法度来做支持。 Росія, вона не зупиниться. І просто йти на ті умови, які вони предлагають, то це недоцільно. There is only one realistic path to ending this war. Russia must be compelled to retreat,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普京是口说乌克兰政府有一堆贪污的买代，已经变作靠战争在供钱的犯罪集团，而且上时因持续对乌克兰来发动免攻，20导弹攻击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佫造成5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俄军佫宣布已经全面控制东部哈尔科夫的战略城市库皮扬斯克，但俄军并无证实。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 菲律宾有一个中国背景的查甫人桂花平，伊假做菲律宾的公民，而且佫选调市长，说因为牵涉国际人口买卖经营电信诈骗园区，互当地法院判无期徒刑。检调指出，讲这园区内面有超过700个受害者，这也包含着咱的台湾人。 菲律宾法院23判华裔女性桂花平要假冒美国公民身份，以2012年当选北部办市长，因为牵涉一个由中国团队经营的大型诈骗园区，互法院判无期徒刑。Convicted po si Alice and yung pong other 7 accused. Life sentence po and forfeited po ang entire Baufo compound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 法院当时裁定，桂花平间且共案被告全部判无期徒刑，园区资产也全部没收。这保护园区自2014年遭到搜查，现场发现为菲律宾、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印尼、卢安达等地超过700个外籍受害者，真侪人被逼做诈骗，那不将甚至被判拘禁。Not just a victory for the government, but a victory for the victims, for the community. And pati na rin sa ibang bansa, makikita natin kasi ibang biktima ay may mga foreigners. 菲律宾反跨国犯罪委员会表示，这案件受害者为真济国家来向定菲国政府，第摆对跨境诈骗链打击成功。桂花平被指控是诈骗园区幕后负责人之一，各用假身份参选摕到公职。伊被抓进前到迄1年，去年9月阿該等於菲律賓。Kino-confirm ko po ang lahat po na sinabi po ni Secretary na meron po akong death threats po at humingi po ako ng tulong po sa kanila at masaya din po ako na nakita ko po sila. 桂花平去年真濟擺佇國會聽證時，一直講家己是菲律賓本地農民，好像甲中國犯罪組織有關係。啊，不過調查發現，伊實際身份是中國籍，牽涉真濟件洗錢、貪污甲跨國人口販運案件，因為嚴重導致第2024年互檢察專員免職。聯合國報告指出，自2013年全球受詐騙損失超過1.1兆台票。當然，已經正做跨國詐騙活動的重災區。桂花平案件正做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案例，也佫顯示各國地防堵跨境人口販運甲詐騙方面的結構性的漏洞。外界認為，這案件後續可能牽動非中關係甲東南亞反詐布局。公視新聞鄭慧珍報道。英國開大錢投資校園 IT 設備的單位，正是為着維護教學品質，也有教學秩序，兼顧學生健康的社交生活，決定對明年8月開始起甲學校就袂當炸手機啊這類的行動設備啊。伫首都哥本哈根北方12公里遠，孔恩斯吕維奇的這間中學，2年前就佇個家長甲教職員共同的提議，無允准學生囡仔佇個校內使用手機啊。有39年教學經驗的資深教師破釜而生伊講，今年還未實施前，校園手機啊真濟，上課定定中斷，學生囡仔親像恐死共款，一直看手機的螢幕，失去注意力。下課時間，學生囡仔中間嘛無正常交流。And we saw a drop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y kind of school was not really important. Their phones were all important.
The other thing we saw was socially they stopped playing, they stopped doing sport, they actually stopped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during breaks. And that was a really sad moment for us as teachers. 即摆学生囡仔若到学校，爱甲手机啊、平板智慧手表啊，这行动装置放入个人安全柜锁好，放学才会当摕倒转去。若是某一寡因为健康的原因爱行动设备，像讲糖尿病应用程式，也是读写障碍学生囡仔，学校会看情况互因豁免。相关的规定明年8月份新学年开始。 丹麦所有公立中小学也施行。We talk a lot in recess now. We used to maybe just like play some games on our phones or scroll or something. But now we talk and sometimes also play board games and stuff. So. 若是丹麦，随着明年嘛计划伫校园实施同款的手机啊禁令。芬兰国会今年4月嘛有通过限制中小学生使用行动装置的法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 平遥金门马祖对15度到2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再上会。